姐姐，你们别停下，我们等着你，我去就来。皇贵妃，你就别再刺激皇上了。本宫被那狐妹子从长春宫起得到储秀宫，说我刺激，明明是皇上不待见本宫。唉，好在有太上皇的敕谕，一定皇贵妃为中公主内治。皇上那么太爱狐妹子，皇上要是高兴的话，完全可以废掉太上皇的敕谕。哎呀，别说气话了。我猜这朱时君从维护后宫的角度出发，一定会设法让皇上遵照太上皇的敕谕，按期举行册封皇后大典。那三人与我有仇恨，要定家，管他就不认臣。我看这事儿啊是改变不了了。皇上这么快就册封她为贵妃，那很快就是。咱们可不能让皇上觉着我们也跟着皇贵妃一块儿挤兑安嫔呢。好了，我不能耽搁太久。戴翠亨禀报贵州大捷，圣驾已经回养心殿了。乐意也好，不乐意也罢，摆出一个统帅六宫的气度来啊！为你做一个少年的父亲，咱们过上一年呐。主子，淑妃他们都走了。主子，纯嫔和淑妃说的话，奴才听到了一点。他们是去了长春宫怡情书室赏析。淑妃他们得到消息，皇上要封安嫔为安贵妃，所以让他们都停下，都停下吧。说明白了啊，勇王几位大高手攀上，一人好像妹妹，妹妹啊，我看你一人在这赏析，怕你闷得慌，这不把大伙都叫来了，陪陪你。姐姐们快坐吧。哎，小丸子，给姐姐们倒茶。他们在上天把花枪，追声大扫听断枪，加之路过普天上，祈求民护之高墙，他父名叫求主王，儿子姐姐，听说姐姐在小戏台赏戏，所以妹妹就没去叫姐姐。我和他们一样，不请自来了。还是长春宫人气旺啊！瞧瞧瞧瞧，都来了。姐姐，那赶紧这边坐吧。这是那秋秋对我讲，并无有虚言，红娘唉，也不知道是我那班内侍伶人演得不好呢，还是怡情书室有魅力。
姐姐，妹妹还是希望姐姐能够搬回长春宫来住。妹妹是真心的。本宫是怕奴才们合不来，伤了我们姐妹的和气。唉，可惜晚了一步。其实不晚，妹妹去找皇上说，本宫说的是程氏，王杰的结发夫人。王杰辅佐两朝，如今要回故里，本宫是很想替皇上去安抚一下程氏，可没成想，王杰走得那么急。王杰出京了？对呀，皇上没对妹妹提过，皇上只提过王杰请辞，没有说过他要出京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提了，都是外臣朝政，不提也罢。看戏吧，别让本宫坏了淑妃纯凭他们赏戏的心境。钱总，钱总等等，钱总，钱总等等，钱总。哦，王中堂有何吩咐？钱总，你看，圣上准许老夫还乡，现在是草民一个。不过，老夫有个请求啊。王中堂德高望重，有事吩咐便是。你看，圣上吩咐你们与老夫同行，能否让他与老夫同车而行啊？他是个囚犯，这个……洪亮吉没死，已经非常感谢王中堂了，哪儿还敢在流放途中享受中堂大人您的马车呀？啊！王中堂真的有点为难下官了。王中堂的面子你还是得给吧？哦，程王爷，像洪亮吉这样的书生，给你惹不了麻烦，何况也有王中堂担保，你还怕什么呀？放人！哈哈哈哈！又来了个帮大忙的。我洪亮吉此生有幸结识二位忠厚的权贵，真不知道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哼，亮吉啊，你得理解本王和王中堂心里的苦衷。理解，我太理解了。王爷您别出心裁地修改亮吉的书札，故作无意让皇上瞅见。我真不明白，王爷是帮亮吉呈递谏言，还是故意要气皇上，让他没面子？你这是怎么话说呀？还有您，德高望重的王中堂啊，支持松云杀我洪亮吉，您可真是旗帜鲜明啊！松云不想杀你，那是要干什么？拿我的脑袋玩把戏吗？师父当年就说过我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。我死到临头，想想师父说的话，哼，还真有道理。松云的苦衷，你慢慢就会明白了。哼！王爷，你，老夫这就要告老还乡了。过去有什么对不住王爷的地方，还请王爷海涵呐。你这又是怎么话说呀？本王难道连这么点度量都没有吗？王爷有句话要对你说：个人得失，比起国家社稷来说，那只是沧海一粟啊。所以，切不可因小失大，危及了社稷命脉啊。亮吉，咱们走。
主子，他出宫了，这次可是绝好的机会。也许安平是去看他额娘，不一定是去追赶王杰。他是去追赶王杰，没准儿安平请示过皇上。你们两个吃主子的，心偏到胡妹子那边。他直接出了西直门，哪里是去看他额娘？淑妃他们来了，还有脸来？姐姐，在吗？姐姐，哎，他也太傲气了，竟然给我们一个闭门羹。就是，他让内侍打发我们，自己连个脸都不肯露。你说，以后我们再也不去怡清书室赏戏了。姐姐，想必您也听说了吧？皇上居然吩咐礼部尚书董中堂草拟册宝，要封安平为贵妃。皇上恩泽安平的福分。什么？您不生气呀？本宫为什么要生气呀？你们生气吗？走，去长生宫瞧瞧。我倒想看看安平是不是你们说的那样摆谱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也许姐姐去了，她就会走出旅随殿。没错。老爷，百姓们拦车请愿。请王中堂管承我们的请愿。都起来吧，起来，起来。老哥，乡亲们，王杰已经请辞，现在跟你们一样是个平头百姓啊。王中堂果然这样说，这件事儿只有王中堂能够阻止。这你安排的？您刚才还说我是个书生，关在大牢里的书生能有这种能量啊？主子，王中堂来了。老臣叩见安平娘娘。王中堂，您快请起，请这边坐。请。看见窗外的这些百姓，王中堂，您还要归乡吗？这是娘娘安排的，是百姓对您王中堂的信任。老夫已不是东阁大学士了。其实，这天下哪有不吃庄稼的蝗虫啊？这蝗虫不吃庄稼，它吃什么呀？可是，
为什么这些百姓宁愿自己的庄稼被蝗虫糟蹋，也不愿意朝廷奉旨赈灾灭蝗？我想，这其中的道理，恐怕只有洪亮吉你心里最清楚不过了。大清每年有多少官员拿朝廷的俸禄？真正关注民生者，不外乎只有生计篇和治贫篇。能得到娘娘的赏识，量级知足了。皇贵妃娘娘，皇贵妃娘娘，我们主子他是奴才。皇贵妃来长春宫，难道安嫔也要拒皇贵妃于千里吗？我们主子他在养心殿宴喜堂侍奉皇上呢。他真在宴喜堂吗？皇上一会儿就过来，我们看你怎么说。怎么办呢？姐姐，您把皇上叫这儿来，您是知道什么？主子，主子，皇上来了。臣妾恭迎皇上。又怎么了？你不是一举储秀宫了吗？怎么又回到履绥殿呢？皇上，臣妾是来约安嫔娘娘去书房斋赏戏。她不是在宴喜堂吗？皇上，哪儿也找不着安嫔。她不在宫里。哎呦，瞧奴才这记性儿！皇贵妃娘娘是因为这个才叫皇上来这儿的呀。安嫔娘娘说是要去红螺寺上香，可听说皇上在东暖阁召见朱中堂，所以让奴才告诉一声。可奴才这记性给忘了不是？安嫔的凤鱼不是去了红螺寺方向，是吗？你派人跟踪安嫔娘娘的凤鱼，那你说安嫔娘娘去了哪家寺院？去了哪个方向？你血口喷人！奴才也不知道安嫔的凤鱼去了哪里。何师太很快就会奉旨赈灾灭蝗了，就看王中堂是否愿意说服何师太。我要先走了，不必拘礼。王中堂，如果朝廷真的开始灭蝗赈灾，各地衙门的白役至少要增加70%。民不堪重负啊！中堂，您答应安嫔娘娘了？老爷，夫人等不及了，老百姓把两边路也让开了，咱赶快走吧！啊！不走了，这就是王中堂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皇上，奴才也不清楚。皇上，以奴才对安嫔的了解，安嫔不会做出令皇上不快的事。皇上，勘察直隶山西蝗虫，你什么时候动身？微臣就是来讨皇上的口谕，马上就下去。朕也不知道下面的实情，没有口谕，你尽快下去了解情况，回来向朕禀报。这。
儿去了？小严子看见娘娘出宫，皇贵妃就把皇上叫到长春宫去，奴才替娘娘打了个眼示，说娘娘上香。皇贵妃派小严子监视我。皇上要是生气，就责罚臣妾，别绷着脸不说话嘛。你去见他了？谁？是还是不是？看着朕回答。皇上是怎么知道的？果然是去见他了。你们一直保持联系？你原来说不知道他的下落，都是装出来给朕看的。皇上在提谁啊？臣妾怎么越听越不明白？许断！皇上，您怎么会想到他呢？您怎么会提他？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他早就已经是纳兰的夫君。皇上怎么会想到他呢？花儿，小严子说你出了神武门，朕担心你的安危，就胡思乱想。听德林说，皇上没有让礼部尚书准备中宫册宝，朱时君有些说辞是吗？皇上深悉社稷，不可意气用事。况且后宫若安宁，皇上处理朝政才不会分心，以后宫无忧。说心里话，你真希望他正中宫？对臣妾说来，只要能待在皇上身边就行了。再说，天上还有一个人在看着皇上如何处理这件事儿。你也学朱时君，是说皇考吧？臣妾指的是孝淑皇后。拿下！站住！站住！围起来！快点，快点！拿下！果然是曹彪手下。大人，大人，您可真是料事如神呐！大人怎么还不睡啊？我等人，你先去睡吧。嗯。大人不该派人去。派人去哪里？广兴就盼着你出这一招呢。你见过广兴？他对你说什么了？我是你的女人，我见广兴干嘛？广兴是鬼抓唬我，大人最好躲着点儿，别跟他套近乎，也别惹着他。
这个我知道，你怎么说广兴就盼着我出这一招呢？大人还真的派人去了。也该回来了。我担心。怎么样？这些都是他让我送来的。大人喜欢哪一件，尽管挑。你今天带来这些，我只喜欢一件。哪一件？你。大人是朝廷命官，难道要调戏良家女子不成？审问了伊三阿派来讹诈富冈的信使，我才明白你的心计。大人明白我的心计。富冈无论是在云贵总督任上，还是做了曹印总督，手都没白过，手太黑，人太肥。伊三阿想咬他一口，你也不例外。你想独吞富冈的银子。大人错怪雀儿了，雀儿是想与大人分享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怎么能让给别人呢？而且还有机会赢得美人心。大人忘了，一女不是二夫。那是烈女。你喜欢荣华富贵，也冰雪聪明。你看富冈贪墨太扎眼，明白朝廷早晚要查处他，也不愿意随富冈的家眷被流放到黑龙江去，做人家的家奴。大人真的摸到雀儿的心底了。雀儿就是想攀上大人这棵树。昨天晚上捕获的那2个富冈的手下，让我带回去给富冈交差。好啊。大人，你别太心急了。拿去。你休了他，是你对不起人家。带好你的贴身细软，淮安知府已经给你安排好住处了。休想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贱人，一根线也别想拿走。对不起。还轮不到你耍横。我告诉你，他不仅要带走他的细软，你还要对他的日后花销做个安排。呵呵，鬼抓虎，你一撅屁股，老子就知道你想拉什么。我富冈不是王海棠。娟儿，走啊。蝗虫不吃庄稼。微臣遇到回乡途中的王杰，他收到一份乡绅的请愿书，让微臣转呈给皇上。其实王中堂的意思也是，既然蝗虫不糟蹋百姓的庄稼，朝廷就没有必要替百姓灭蝗。王中堂建议停止灭蝗。王中堂说，既然蝗虫不吃庄稼，灭蝗就是劳民伤财之病民之举。王杰这么说？他确实对微臣这么说的。蝗虫不吃庄稼，那吃什么？师傅，您相信这事儿吗？王杰也说了，可我感到糊涂。这蝗虫不吃庄稼的话，他们吃什么？只有吃野草了。哼，难道说这蝗虫通人性，就专门挑些野草吃？哼，不单是通人性，
他还成精了，连蝗虫都能分得出庄稼与野草。奇怪的是，连王中堂也这么说。哎，你是说，王杰建议朝廷停止灭蝗，很有可能是听了安平的蛊惑？我猜是这样。奴才就说嘛，安平出宫不是去郡乡。皇上相信吗？因为是王杰站出来说话，戴去亨和朱时军都感到困惑不解。这皇上嘛是半信半疑。再说了，皇上现在的心思都在南方的戡乱上。主子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安平不仅干预朝政，还蒙骗皇上。去！这谁养的羊啊？把这皇宫当草场了？真是个讽刺。传，承亲王、定亲王来见朕。这，皇上，您瞧那儿。安平说今年的蝗虫不吃庄稼，真应该让他来瞧瞧。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你们最近进过御花园吗？没有啊，微臣也没有。去御花园看看，朕给你们个差事。二位王爷去御花园瞅瞅，就知道皇上给的什么差了。哎，御花园里有什么呀？有花。有花还问你呀？走。这成草场了。我明白皇上为什么让咱们来这儿了。这是不是哪个王府养的？哎呀，皇上把臣妾拉到御花园里干什么呀？自己看。哦，看蝗虫啊。在吃什么？叶子啊。什么？皇上在这里看到的只是一些小不点儿，臣妾在宫外看到的可是要比这大100倍呢。有那么大的蝗虫？不是蝗虫，但比蝗虫更凶猛。我相信王中堂他很快有奏折向您呈上了，您看过以后就全都明白了。你私下见王杰，知道嫔妃见外臣的后果吗？皇上，臣妾是替您拦截王杰。臣妾心里明白，您身边是需要像王杰这样的老臣的。况且，
我相信王杰也不会私下和嫔妃们讨论朝政。就算皇上不相信臣妾，也不应该不相信王杰吧？你刚才说，什么东西比蝗虫更凶猛？白蚁。白蚁？什么白蚁？不是白蚁，是人。十一叔，十一叔，我已经一一核实过，这里没有一只羊是哪个王府贝勒府的，都是宫里太监养的。那就是内务府管事大臣和敬事房的事儿了。皇上干嘛叫咱们来啊？可不是嘛！皇上把咱们打发成了闲人，又觉得咱们太清闲了，所以啊，就找这些不疼不痒的差事派给咱们。皇上恐怕还真不知道这些羊到底是谁养的。莫非皇上真以为这些羊是哪个王府贝勒抚养的？有这小子的份儿。小盐子。奴才该死！你这死奴才，不要脑袋了。这种蠢事儿你也干得出来？敢在御花园里放羊？你怎么不在储秀宫后面养猪啊？弄不好啊，皇上还以为主子知道你在御花园放羊。你也不早点跟我说一声，我领皇上去御花园看蝗虫，没成想抓住你们这几个死奴才。姐姐，妹妹，姐姐，知道我们刚才看见什么了吗？哎呀，这回皇上可真的发火了。发火为什么要去御花园呢？哎呦，你真傻假傻呀！那皇上怒气冲冲地带着安嫔去御花园，难道真是赏花啊？当然不是赏花了。娘娘，陈王爷他们来了。哟，那我们先回避一下。你穿哪去？好。王爷，参见娘娘。参见娘娘。免礼。给二位王爷看座。是。本宫把这奴才交给王爷，王爷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不是本王怎么处置，是本王如何禀报皇上。皇上敕令我们查处谁在御花园里放羊，没成想有皇贵妃娘娘宫里的奴才。说实话，要不是涉及到您宫里的太监，我们早就去禀报皇上了。不过现在还真有点为难。奴才求王爷饶了小妍的这一回，求王爷了。死奴才，敢为难王爷？其实还真不在奴才身上，禀报到皇上那儿，可就是主子的事儿了。奴才们做的事儿，主子未必都知道。这事儿可大可小，关键是看皇贵妃给不给本王这个面子。恐怕是王爷给不给本宫面子吧。主要是那个德林，太可恨。那些羊没有德林养的，是没他养的羊，但是敬事房总管会找他商量如何庇护手下这几个奴才呀。这个德林着实是坏了我好几回事儿了。上次那玉玺，多好的套，愣是让他给坏了。不过皇贵妃这次也看好了自己手底下的人，别又走漏了风声。
子？你们两个死奴才，吃了主子的饭，心里就想着狐妹子。奴才参见贵妃娘娘。平生。谢娘娘。都起来吧。谢娘娘。两位王爷都在呢。啊，奉旨办差。皇上着奴才来传娘娘去趟养心殿。